我们三爷公司的整治呢，我们综合性呢，经过已经到现在应该至少10年以上。经过我们市政府呢，还有我们中央的这个鼎力支持呢，我们已经走到现在是最后一里路。我们把万代桥这个整个桥墩呢来做一个改善之后呢，我们相信呢，会对我们整个三爷溪的这个整治呢发挥最大的效用。我们很期待呢，这个工程如果顺利完成之后呢，明年我们呢能够处于这个仁德地区，包括我们仁德工业区呢，能够获得一个最好跟最安定、最安全的这个整个安全值，这个是我们相当期待的。相对的，我们很有信心。因为万代桥对阮仁德里非常的关系，阮仁德里有在什么桥做这几档你看，拢完全无中队，非常好，所以这个工程非常做得很好。过去呢，三爷溪呢，因为排水位整治前常遇豪大雨的时候呢，那个洪水就会泛滥，造成我们两侧的一个低洼地区积淹水。因此呢，水利署呢也特别针对三爷溪的整治投入很多的经费。目前呢，大概针对万代桥以下到2人溪的汇流口处呢，总共10.9公里。目前呢，已经在今年的1月份呢完成相关的排水整治。那另外呢，同时也洽请了我们的相关的单位来办理我们的万代桥跟永宁桥的一个改建。那其他另外5座桥梁呢，目前也大致上来完成。我想我们的这个三爷溪排水完成整治之后，对我们周遭地区低洼的一个排水有很大幅的提升。万代桥是咱南关公路到这个三亚溪这个桥梁这交通非常的多最主要这边是为了解决这个排水，用一半来施工，安尼较袂影响到这个交通。现在这个工程是差不多到明年6月才会当正式完工。不过呢，咱正在做北平的时阵呢，下骹的再基础，加再阻碍物呢，排水的阻碍物呢，咱就拆掉啊。所以虽然工程正还袂施工的，但咱的排水已经会当迄断面会当增加65%，所以对排水已经有发挥的功能。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由于我们高速公路仁德交流道还有万代桥中间很多的因为落墩、桥墩的关系，还有整个水流都会影响到我们三爷溪的排洪功能。所以在过去每次只要下大雨甚至不用到台风，只要下大雨就会造成地方的淹水。那我们一直想要改善这个部分，但是因为牵涉到高速公路的这个整个通行不能中断，然后万代溪桥的改建也是难度很高，所以说我们一直延续下来一直追加工程经费，现在终于已经陆陆续续开始做，而且把很多重要的一些阻隔物都拿掉了。那预计到明年113年6月30日，这个万代桥改建完成，三爷溪的整治也大体完成。这样子的话，对于仁德地区还有仁德工业区淹水的几率就大大的降低，可以有效的这个保护居民的生命财产安全，也可以让我们仁德交流道的交通不会再受阻。了是阮家欢收看8月17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有能源公司计划伫柳营设立都灵枪议案，当地民众已经成立自救会，到处公开反对。商务院嘛前往议会邮报条顶前表达心声。对此，伫议会历史的市长吴依婷嘛接下定情书，伊强调沟通、形成共识，创造三赢的立场。因为有能源公司计划伫柳营联合里设立都灵厂，当地民众烦恼有爆炸等公安意外，成立自救会强烈反对。商务的议员蔡玉辉陪同前往议会顶前，用地无适当，要求市府马上撤销。迄个所在离住宅区，因为咱即马用地拢有限，工业区拢甲住宅区离得很近，那百姓有恐慌之疑啦吼。惊讲爆炸火烧无烟的时阵。那他们住的环境遭受破坏，那因的定前经过来改，我想是我继续要做啦吼，所以我今仔建议讲，咱陈秋平议员伫议会讲，因讲市长马上答应讲我要做，
阮这边就变二等公民吗？所以阮希望比照。当柳亚民众要求重新检讨，嘛比较严控撤销设立许可的标准。对此，市长黄伟哲则下定前强调，沟通创造三赢的力量。储能是很重要的，尤其下午就是说并没有风的时候，或者晚上的时候，储能就可以把这个能量电能释放出来，避免造成缺电。所以我想说，储能是必要，但民众既然有疑虑，我们当然也是要考量民众的疑虑到底储能是安全还是危险，对民众会造成怎么样的情形？大家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全世界的储能厂那么多，没有一个储能厂是会对周边的所谓的住宅或是商业设施造成影响。不过，我们还是呼吁要有意要去设置的厂商，还是要多跟地方沟通，那能够化解双方的疑虑，然后创造双赢。柳营都灵厂业者虽然合法申请，不过乡亲也是坚决反对看来，沟通取得共识也需要时间。但係新聞管制林英光采访報道。小林山風台引進河大雨，造成台南有適徛等農作物嚴重受損，加上阿蘭區等區域嘛嚴重淹水，引發議會關心。17號議會臨時會議長嘛作出結論，要求推廣農損保險，檢討災損的標準加治水成效。議會臨時會最後一天閉幕，針對杜蘇芮等風台所帶來河大雨，造成台南多處嚴重積水淹水，加農業損失一案，嘛引發這議員關心，同時檢討治水成效。滿豆的時陣哦，交流道邊仔的時陣吼，迄道路水溝，迄還閣無控安門塗，還閣塗高咧，而且呢，水流的方向很奇怪。水流的方向足奇怪，所以呢，即个出去麻豆口的时阵，佮即倒转啦。所以呢，迄个文旦园的照影是汪洋一片啦。所以恁迄个平常时去巡看嘛，我昨伫麻豆我有甲安尼水利局讲过吼。第二點，水甲清得清。第三，安尼下游的土，迄个淤塞的泥土要把它清淤。关于这次一些灾害损失的地方，我们也希望中央尽速去修改这个法令。过去所定的要达淹水50公分才补助，而且补助金额只有5000块的标准已经不合时宜了。过去的5000块，几十年前5000块跟现在的5000块，已经不成比例了。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说，在我们这几年的治水成效之下，其实已经不太会淹水达50公分了。但是还会淹水的地区，你就对那个居民不公平，因为他们那边就是没有做治水。那即使他淹5公分、10公分，我们都应该予以补偿，而不是要求说达到淹50公分才要补偿。通常会淹到50公分。几乎整个家都毁了，5000块对他来说还是不够的。今日前嘛召开专案报告，有議員關心興德樹成為隱形殺手等潛在危機。對此議會為了保障民眾甲農民的生命財產安全，作出結論。請市府落實行道樹健康檢查，並請市府修訂台南市公共設施植栽管理自治條例中關於植栽樹穴面積及容積的規定。那第四點，我們是有請市府加強推廣農作物農損保險。今日新聞管制林英光採訪報道。澱市桂林文化中心109年得到中央補助農具建物的擴大改建，不過日前受風台河大雨影響，傳出多處漏水，所以議員鄭家新日前會同文化局會勘，希望當盡速改善。總經費開了將近1億9千萬，進行整體擴大改建的桂林文化中心，雖然演藝廳甲大廳的空間看起來相當的寬闊。不過，日前因為風台加西南氣流的影響，南部地區連續落了幾日的短時強降雨，造成桂林文化中心幾日的漏水。對此，議員鄭家新16號下午會同文化局來會勘，包括演藝廳後台的廁所加淋浴間、走廊、第一畫廊加大廳等，除了進行漏水的問題，另外還閣提出幾點的缺失。
现在是刚过，古的是RC，所以变工你在那个细缝部分是不是工法你就要特别又不一样，还有那个材质你得要用较好的，不然为什么才刚盖好你就漏水？这个一定很麻烦。这我解释一下哈，就是有部分这是我们施工厂商的错误，就是它那个水槽有的地方结合做的不好。结合。对，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处理好了吗？处理好了，所以已经确保完全不会漏水。没有要等这个雨过，可能我们水槽整个要重新换新。你们要重新换水槽？因为也有旧坑。因为底下水槽。那跟那个接缝的地方，房子做的不好，那我们最近做好了，但是考虑完还是整治换掉。有了大厅之后，其实大家我们在里面办推广性的活动，大家都很愿意来参与，那你这样的推广才会有效。原来的演艺厅所有的化妆室都是在地下室，对很多使用者也是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们才会在舞台的正后方去增建这些化妆室。那这些化妆室其实都是为了使用者的方便哦。而我是觉得说，像这样的一个漏水，这本来就是厂商必须责任上必须要把它完成，倒不要说因为这样的事情，然后去抹灭整件，好像我们花那些钱一点效果都没有，我就不应该是这样用这样的方式去看待这种整件。会长文化局副局长陈小晨表示，因为桂林文化中心原本就是3栋的建筑物，除了新的演艺厅是港固的建筑，另外2栋是RC阿门头，伫个新区的角界容易出现漏水的现象。不过，伫个厂商的报告期，文化局一定会要求厂商来改善。目前较严重的是行政大楼的厝顶老旧，就算厂商一再来做防水，也是无法度改善。因此，文化局嘛甲厂商、建筑师来研究，看是毋是能以港固的结构来做保护。至于其他细项的缺失，文化局甲厂商嘛回应，原则上伫个2礼拜内就会用来改善。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台南选手日前参加国际滑轮溜冰曲棍球比赛，拿下5面金牌、1面银牌、甲1面铜牌好成绩。其中吴伟霆嘛特别颁发台南之光的奖牌来勉励杰出的选手，同时感谢长期培训选手的教练。美国加州直排轮曲棍球赛、澳门雪姬总会并排轮曲棍球赛。以及武林湖北单排轮滑球邀请赛第2前举行，其中台南市总共有27位选手参加，并伫这3项的比赛当中取得5块金牌、1块银牌、1块铜牌的成绩。虽然这是邀请赛，但是因为所邀请的对象都是最强的，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这个奖牌的含金量也是非常高的。那由此显现我们台南市的滑轮滑冰从过去以来，我们现在听到这杨和珍，那除了杨和珍之外，很多更优秀的选手一直在出现。市长黄伟霆特别颁发台南之光奖牌来表扬选手，市员罗坤和蔡宗和等人拢出席表达支持，并伫咧现场向市长争取兴建更较侪滑轮溜冰场，增进相关的软硬体，增加台湾滑轮溜冰的实力。选手的培训方面，我们也要下足更多的功夫，留住优秀的选手，能够给他们营养金，能够给他们培训的经费，那提供好的教练。那让家长也放心，让教练也放心，让选手个人更放心。体育局表示，滑轮溜冰曲棍球项目是台南的传统优势运动，期盼选手积极参与比赛，增加经验，突破自我，也希望这项运动会当列为全运会、全中运等正式比赛的项目，让这项运动有更加侪发展的机会。台南新闻综合报道。先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为迎接台南400加中秋节，在地深耕30档的餐饮集团，今年所推出的中秋礼盒，对外形的包装设计、甲外表的口味，拢呈现出传承甲创新，
相当引人注目。透过报道做回来感受。南靖之月礼盒，掌声欢迎！此款礼盒呢，里面有3款台湾人最爱的月饼。东东今年画饼咧阿爸，不但外形设计喜气，而且拍开时佫会当变形，非常的趣味。内底画饼口味兼具经典甲创新，有月见乌金干贝、黑芝麻杏仁、柚香核桃脆梅等甜咸口味拢有。像我们的中秋月饼。还有我们的萝卜糕，这个是每一个人都必选的。那除了这个以外，今年也做了一个综合型的，叫做中秋月圆礼盒。还有很特殊的就是我们的东大门推出了一个5项的肉，包括牛五花、牛腱啊、猪五花等等酱肉哈，有5种不同的肉品，跟我们的韩式泡菜、韩式萝卜泡菜。那这一些呢，刚好中秋可以买回去烤肉用，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中秋的，就是说合家可以享用的东西。那我想，东东这么多年以来做的月饼，除了说求新有创意以外，也用最好的食材融入里面，希望呢大家都能够吃得健健康康，又能够享受到我们这个中秋月圆的氛围。除了南靖之月礼盒啊，东东餐饮集团这次嘛结合了各家餐厅。推出各种中西式礼盒啊，介意古早味的朋友会当挑选顶级乌鱼子 XO 酱、港式的萝卜糕、西式口味有焦糖夏威夷豆塔、7个盐咖比等，高达13种中西式礼盒啊，会当提供选买。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伊不是有传出民众伫山区受困，不过山区的道路下个行，增加了救援的困难。对此，担市东源消防队得利用铁牛车的机动性，完成救援的任务。议员李宗翰为了感谢消防兄弟甲义消辛苦，特别前往分队表达感谢。台南市东山山区道路复杂，无熟悉地形的民众常常会受伤、受困伫咧山中。一通电话，东源分队的消防员就要马上去救人。也毋过面对消防队人力不足的问题，就只当靠着这台铁牛车。涂骹泥泞啊，也是这是无法度，互机车会当喘气味的所在。啊，尤其是即马人迄个咱分队上吼，咱的人数较无够的时阵吼。这个车辆的方便的资源就非常的重要。靠着这台铁牛车，消防员骑着伊就山落海，不只会当确保人员伫山中的安全，又会当提升救援任务的效率，把一人的性命救回来。如果发生事情的话，我们在机动能力非常的不足，而且人员器材都非常的不足。那因为有这台车下来，我们能够很准时的设到这个定位点，然后克服山区的那个山径的崎岖跟那个落石。山上也都斜坡啦，下面就是坎了啦，哎呀，这些兄弟也非常辛苦。我们幸好也有这台，我们小北百货捐赠的这台，真的很实用啊。市议员李宗翰特别揸着水果来到东源消防分队，感谢消防员甲义消的辛劳。同时也希望消防局会当伫山区增加消防人力，保障民众的安全。台南新闻顺快采访报道。专台开机，樱花宫受日本横滨关帝庙邀请，首次出桥前往日本参加盛大关帝节活动。伫回銮迄天，有公家高背景出动18顶的神轿，上千人接驾。尤其伫普济殿周边，更是客满人潮，相当的热闹。来个退后一下。声名之间的国际交流，专台开启樱花宫3顶尊龙创全国纪录，首次出桥前往日本横滨参加关帝节活动圆满结束。樱花宫的3顶尊龙返国时，有宫以及交背景拢出桥前往接驾。来自中部的大甲圣母宫黑武堂担任先锋官，300多位成员一路陪同，气势非凡。第3顶尊龙入庙安坐时，也将活动载入上高调。日本他们就是说老一代害怕说他们中华文化就慢慢被日本下一代就被日本同化了，所以他就过来寻找我们传统的科仪啊，所以他到大陆到最后来台南，就觉得我们台南科仪是最正统的科仪，
所以我们在十几年啊，就一直在过去帮他教他们雕钩啦，还是根钩啦、种芽啥的。所以那时候将军会的李宪忠会长，包括阮有做钩过啦、做种芽过，拢是阮送过予伊的。啊，即个因为阮环台时阵又过来阮斗3工，迄个阮到环台徐伟时阵，伊来斗3工。所以，阮底是160多年，我要过甲停，因为运气因后3等到一摆，所以阮今年甲正规模去参这个活动。苗峰表示，这次出访日本，伫尊龙庇佑之下，幸运避过风台，不仅创下建庙360多人来首次出访日本的纪录，也是全国首次新民出国到日本踅检。虽然每一位成员拢真忝，但看到新民会当伫日本出巡，信将沿途虔诚敬拜，世代传承信仰。虽然过程辛苦，但拢感觉到辛苦真有价值。记者张世伟采访报道。里长就是扮演第一线民政工作的重要角色。汤市为提升里长的服务品质，首次发行里长的证明卡，除了有里长的名、相片等资讯，也结合悠游卡的功能，让里长伯啊拢感觉相当适应。桃园市长张善政在桃园市里长联谊会上发行并颁赠里长识别证，将透过各区公所发给桃园市516位里长。过去里长服务仅能透过写有职衔的背心或外套当身份辨识，现在里长有了专属工作证，还结合悠游卡功能，不仅是一张里长身份证明，也象征桃园进一步迈向智慧城市。里长是我们民政工作的第一线工作人员。平常在地方与基层接触，是我们市府跟民众一个最重要的桥梁。这次发放这个里长的这个识别证，主要是增加里长外出工作的时候民众对里长的识别，而且可以提升我们区政功能，还有提供我们这个各方面的效益。这次的识别证是以智慧城市跟航空城还有海螺馆这些意象来制作，其中蓝绿就是智慧的象征，希望能够强调我们桃园的智慧城市、幸福大桃园。颁发这个识别证，由我们里长联谊会总会长黄连印代表来接受。这次发的516张识别证将由现场的会长领取之外，也由他们带回，然后再发给各个的里长。里长们表示，一个里内有数千甚至上万名里民，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里长是谁。现在有了里长识别证，也像是有了政府颁发的工作证与身份证明，也感觉更有公信力，觉得非常满意而且方便。因为现在各社区都大楼林立，很多里民不见得认识现在所有的现在的有的不认识现在的里长。所以有这个识别证过后，让里民辨识更加清楚，其实是很方便的。比如说我们没有穿里长的背心，还是有一些不认识的里民，因为各社区大楼几乎有的一个里上有1万多人，不可能每个7、8千、4、5千都有，不可能每个里民都认识我们里长。所以有这张就比较方便。有这张识别证过后，或是穿背心跟识别证，大家不管是有一点公权力，或是大家辨识也比较好辨识。桃园首发行里长识别证卡片，除了载明里长姓名、里别、照片等资讯，还结合悠游卡功能。卡片设计也融入了桃园的意象。里长们都表示非常实用且方便，也能提升整体区政效能以及为民服务品质。记者赖伟一桃园报道。感谢收看8月17日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